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伫个书记长蔡玉辉的带领，包括副书记长林彦昭、议员张培雅、蔡宗豪、甲彭一峰，上午联合召开记者会，因为民众顶前表示伫个水利用地顶面种太阳光电，造成桥墩的条仔杂乱，恐惊会影响到排水的功能。光电规档拢无清理，网啊砍了规波，那我们真的很害怕。到时阵这水灾的时阵，水路未通，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没有受到保障。咱负责的相关单位，我们希望也要尽一点责任啦吼。你水道既然会当欠电，我真的越来对我们市政府哦。那你相关单位越来越真的没有信心。今天有好大雨的时候，这个地方是要做什么用途？这边是要排水的。那其实我们装设太阳能板会不会影响到排水？我想等一下郭科长也要可以的话，也给我们一些回复。那会不会造成什么生态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议员表示，虽然增设太阳光电必须要市府经发局的审核。但光电业者承租的土地，到底是毋是水利用地？市府水利局水利行政科嘛表示，业者申请的是都市计划区的农业区，毋是非都市计划区的水利用地。至于议员所提供的相片，可能是临近早期农电水利会区域，将会同农电水利署来会勘。会审这一块的时候，因为我们发现它这一块是涉及是我们那个农田水利署交管处，也就是早期的水利会哈，它辖管的农田的排水路哈，那并无涉及水利会的一个区域排水哈，就是水利局管理的区域排水，所以我们在会审的时候呢，有表示意见，有要求，这个太阳能业者呢，要在不影响排水的功能为一个前提之下呢，来设置太阳能的设施，而且要向交管处哈，就是农水署交管处要申请，要让他同意啊哈。那后来我们也昨天有了解到这个事情，我们也紧急联络交管处要去现场来一个了解。那后续我们会水利局会跟交管处一起来关心那个看有没有影响这个排水路的一个情形哦。虽然现场出席的包括市府经发、水利、农业甲地政等局处，拢表示市府并无出租任何的水利用地供业者来种电。不过，议会国民党团嘛希望市府伫个2月8号临时会开议进前，将台南市的水利用地种电的相关资料来送议会，同时嘛请检调针对水利用地种电是毋是有道理，希望会用个介入调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